擺脫文化束縛嘅現代藝術大師吳冠中，由馬俊傑聲演。講起20世紀最重要嘅中國藝術家，吳冠中必定係其中之一。吳冠中一生不斷探索中西藝術，成功將中西藝術理念同技法融入傳統水墨畫。佢嘅故事或者要由佢一生摯友朱德群講起。先生講得一啲都冇錯，因為我最初本住工業救國嘅理想，考入浙江大學工業學校電機科。不過當我讀完第一年，喺暑假集中軍訓中認識到喺杭州國立藝術專科學校嘅朱德群，佢帶我一齊參觀杭州藝專油畫展，初次接觸到繪畫同雕塑作品，的確令我大開眼界。係啊，我記得你嘅自傳《我負丹青》就提到當時嘅感覺，美有如此魅力，他輕易就擊中了一顆年輕的心，係咪真係咁誇張啊？一啲都冇誇張，當時呢啲作品就好似喺我嘅心靈投放咗個震撼彈咁，於是我唔理父親反對，決定轉讀杭州藝專，同朱德群、趙無極成為同學，師承留法嘅林風眠習西洋畫。當時學校採取中西結合嘅教學方向，藝術氛圍開放。我亦喺嗰陣時開始傾心於梵高、畢加索等西方現代美術大師嘅畫作。抗戰時期，我跟常書鴻、關良學油畫，跟潘天壽學國畫，更加紮實咗我嘅根基。吳冠中喺抗戰勝利之後，1947年成功考到獎學金，遠赴法國留學3年。相信呢趟留學旅程一定獲益良多。當時我喺巴黎國立高等美術學院學習，不過我除咗上堂外，就經常去羅浮宮以及其他博物館、美術館參觀同學習，完全沉浸喺歐洲藝術文化之中。雖然外國嘅環境唔錯，不過我始終覺得外國只係我學藝嘅地方，真正嘅故鄉只有中國。係啊，新中國成立之後，你寫俾杭州藝專教授吳大宇嘅信中提到，藝術的學習不在歐洲，不在巴黎，不在大師們的畫室，在祖國，在故鄉，在家園，在自己的心底。睇嚟你真係好想返中國喎。冇錯，不過回國後，我嘅藝術風格同當時嘅主流格格不入，於是我就轉為畫風景畫，孭住重重嘅畫箱四圍去，幾乎走訪國內全部省份。有段時間，我甚至同其他畫家用裝牛糞嘅糞坑作為臨時畫架，創作關於鄉村風貌嘅油畫添。係喎，講到風景寫生，似乎你比較中意江南水鄉喎。可能我生長喺江南水鄉啦，之後又喺杭州讀書，所以我唔少畫作都係畫江南景色，尤其喺江南秀麗嘅風光同柔美色調，促成咗我開創全新嘅油彩演繹水墨表現方式，既可以保留江南風景嘅景致，亦可以呈現出濃郁豐富嘅色彩。我最有代表性嘅幾張畫作《周莊》、《獅子林》同埋《雙燕》，都係以江南做主題。吳冠中喺藝術界地位超然，佢係首位喺大英博物館舉辦個人畫展嘅20世紀中國畫家，亦係首位被推選為法蘭西學院藝術院通訊院士嘅中國藝術家，作品更加喺多個拍賣會上屢創佳績。英國衛報讚揚佢係擺脫咗文化束縛嘅現代藝術大師。值得一提嘅係佢同香港好有緣分，多次嚟到香港舉辦畫展，更加係唯一一次公開寫生示範，描繪維港景色。往後多年，吳冠中同家人陸續向香港藝術館捐贈超過450件作品，令香港藝術館成為擁有吳冠中作品最多以及最豐富嘅藝術機構，亦都係國際上現代中國繪畫收藏及研究嘅重要中心之一。